恭喜恭喜！分享大家继续收看呢，福福闹夜看亮的，咱们现场来的特别来宾好，嘿，呢咱们客家动村要亮出戏，嘿，代表运动说男主角、女主角来到两位哦，呢，我旁边那边开始来哈。TV 很多徐丽文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徐丽文，然后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长烟班快乐。佢講建咗啦，佢天拜來嚇，佢喺來宣傳演了部戲啊，等他張老太講嚇。下一位朋友，一正大哥。大家好，我係一正哦，我合法咁樣唔好，大家多包涵，什麼意？係朋友，還有涂姐。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今日特別同大家拜一個年，恭喜大家身體健康，新年快樂。係，按住先，先來講了，兩位做一條出戲啊，很多綠羽毛，綠色的羽毛，係乜個意思啊？綠毛講嘅應該係強走嘛。哦。一出戲啊，就係講一個後生嘅什麼人啊？看到一個強走人當將，加美老佢相親噶哈，相親一個男人啊，佢腳卡住係中強走嘅。哦。啊，有一擺嘅細嚟帶一個什麼去夾強走人看，去參觀。哦，徛到幾多位，看到一片動態片嘅強走人。啊！cái強走唔係，cái綠色葉嘅啊，嗬，cái風一吹啊，就一直飄東江咪啊，就叫，所以這個命名為綠羽毛。哦，啊，嗰個涂姐你做嘅兩啥關係乜嘅？我係演家妹啦，我就係其實看中一個綠羽毛這個香蕉園，想要嫁到這個家的那個人。哦，啊，嗰時候呢，一正大哥你呢？我在戲裡面其實演一個蠻好玩一個角色，一個算敗家子吧，柳票子是不是？柳票子，對，一直呢想把媽媽的，其實有一點好高騖遠，那想把媽媽的香蕉園呢抵當給銀行，要做電子業，要換現金做別的，要去做股票，啊，用這樣對比出來，結果後來把媽媽的那片園這樣賣掉，敗光了。啊，這出戲聽起來都好看用嘅呢。啊，哪時看得到咧？3月7號。3月7號。3月7號會播出。暗晡頭8點。3月7號暗晡頭8點，客家天師台大家去收看哦，綠羽毛。啊，我旁邊兩位哈，你即個講一下你做乜嘅戲啊？我屯尚維，最近。Depot 那個客家天師台年度大戲都演8點檔啦。人哋係夫妻。兩公婆。係，人哋係兩公婆。啊，佢喺來，佢講喺屏東嘅客話。係，我講喺屏東。呢下拜啊，佢喺學苗啲詩嘅客話。由於是冇腔用啦。係，嗰時候佢哋咪當建總，你喺佢第一擺嚟送天師嚇。係啊。唔使人建總啦。好。阿爸。新年快樂。佢都地位都揾到阿爸。我都地位都揾到5連房，你喺古裝嘅點啊？差唔多160年前，我哋後輩，我做埋喺港條咯，我咩本人做戲趕起來哦，因為啊，我喺做戲哦，你體態，然後後輩啊，我夾辮子啊，嗰時候啊，你係戲那時看得到。新年27號。嘿，暗晡頭8點哦，大家支持看人哋演哦。好，啊，分享3位來，你慢慢接天花好不好？像一正大哥還有涂姐先接屁圖。啊。係哪位來咧？喂，係哪位？台北。喂，你是台北的蘇小姐。好。你哋問一正大哥老涂姐接贏天花，老實講，你先幾多號？第8號。第8號。看一下第8號。你看得到？一支棍呢，赤溜溜，雞馬兔子球球，一同一種農作物，係乜嘅咧？一叔叔，包秀啊！哦，你吃的什麼？一正大哥，涂姐。好像對哈。你們也覺得？我剛才旁邊猜好難哦。好難哦。一支棍呢，赤溜溜啊！啊，底位都兔子球球，有槍哦。應該是像稻子哎。稻子，可是你看它給馬兔子啊，裡面應該有很多子。
我觉得是哦，对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是哦。肚子里面有那个蛋嘛，一粒一粒对，对不对？有一点颜色。保守哈，俺来看一下，错唔错咧？错咧！恭喜！来看一下，你选几道好咧？来，好难选择哦，懂难哈。底位度唔伫天师都那一边。凭直觉。系啊。好。好，看一下，好。好。希望是大奖。唔会查，加油出现过。爱冇，我拿起来哦。好。爱冇冇？冇。冇好，我拿起来咯。来看一下，得到的奖品系马街吼。潘朝生名画纪念碑组还有碑店啊，笔也好笔业碑店哈。送不问啊，唔过，社会原因是，你有冇拿到俩系冇？嘿哦，唔怕，我讲还有一只机会，因为今日医生大哥还涂杰来，佢还有准备一只电话送不问哦，你看一下，你两啥有准备嘛？有没有准备？你的题目？你要送什么？要先讲。送一下。送嘛啊。送可以调温的烤面包机，对，可以调温的烤面包机呢，送一个烤面包机，这样可以吗？做得吗？喂，烤面包机，烤面包机，好，可是你要答题目哦。我们先来看一看题目，黑马街哈。刚刚有讲哈，那个绿羽毛的戏，那我们有大概介绍了一下。我只想问你，你刚刚有听清楚的话，应该知道。这个绿羽毛跟什么水果有关系？我最喜欢吃的。好好吃。我也很喜欢吃。哦。香蕉。答对了。香蕉。冲嘞！不错。可见的他刚刚有注意听我们的节目啊。希望你到时间3月7号一定要收看我们这个节目，晚上8点。哈，谢谢你哦，安子生。今天我们的徐丽文小姐啊，来接电话了。桃园的朱小姐。葡萄哦。葡萄。朱小姐。嘿，你好，你选几多号？11号。11号哦。1号哦。1号。不用，你要选1号。1号。来看一下1号的题目是嘛嘅哈？身着绿色的衫，肚里水汪汪的吼，肚子有大笋，五面皮青大松，你知道是葡萄？葡萄底肚吼。那西瓜。你知道是葡萄呀？西瓜。那一类啊？你知道是葡萄呀？西瓜？这些都是黑脸皮。葡萄。黑哈。葡萄。西瓜。好，你知道是哪一只？西瓜。西瓜哈。好嘎仔，西瓜你知道是吗？吃到黑呢。还吃到黑，还吃到西瓜冻好食。黑就黑啊，老公。先几多号？来，几多号？西瓜对我都忘记了，因为我这个就抵答案很错的哦，还是哦，西瓜错哦。来看你先几多号？4号，嘿哦，4号可以哈吼。喊做的，换吗？不要换哦。好，大家都懂雄心这个哈。对。来看一下你拿到的马街5寸的迷你猪桌扇，天山呐，天山做的啊。天山好，谢谢。因为你慢慢开始捏的，做的材料看不是法案多浪费的钱哦。送本还有哦，徐丽文。有准备题目，等会送本人嘛？系啊，有。看一下，送嘛该东西咧？送归小暖的能量磁盘臀5星精油。好，加有出到嘅吼，唔系有准备了哈。题目系嘛该咧？题目系，话说从头。嘿。同意咧客家戏的名。嘿。名声。话说从头。1两张。马给啊，空来，导播拍我一下。圆。哎呦，我们要
我们要装一下哦。我讲问你，话说从头，同一只客家天狮头的连续剧的名，黑马街啊？圆。啊，圆的弟弟耶。很好。那唔是冲啊，唔错了，看一下圆冲唔冲嘞？冲嘞，恭喜哦！鼓手俩电路就送给你哦。谢谢。好，安子 C，爱妹安子 C，三茶三 B，恭喜咯！大家好，支持绿毛还有年，多车多车。